我老公的聊天记录都被你看了。让我来看看你能逼倒谁。只要一连公司的 WiFi，所有 Live 的数据它都在监控。主动离职申请。我可以到劳动仲裁去仲裁你的，这是违法的。啊？凭什么跟我斗？一定不能让他逍遥法外，看他能撑到几时。我在上班时间给你儿子买文具，这样的情况再被我发现一次，就卷带走人。老板，你怎么能监控我们的隐私呢？连我老公的聊天记录都被你看了。大疯子，出来就监控我，找我呀！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保证大家工作效率可以提高，工作效率提高了，公司业绩就会好，这样大家都会有好生活，不是吗？你是不是每个月要还6、7千的房贷？没了工作你怎么还？咱这邮件都发这么久了，警察也没来啊。还有一条，工程速递，飓风公司全体员工收。备注还有封信，让当场读一下。致飓风公司全体员工，飓风公司 CEO 盛春高盛总，为了提升大家的工作效率，多次故意定期在桶装水里投放了一定剂量的兴奋剂，为了证明这个情况的真实性，特地。